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我就係嚟拍條片咧，就嚟呃獎勵嘅。咁但係咧呃咧都要呃得好啲咯，唔好似其他人咁出嗰啲片咧，真係唔知佢係自己係傻閪啊，定係當人哋係傻閪。反正講埋嗰啲嘢咧，冇營養不特止嚇，其實都唔一定啱嘅。咁咧我就會講啲我個人認為非常之準確、係無可爭議嘅嘢。咁當然啦，啲真係好閪有用嘅嘢咧，我絕對唔會同你哋講啦，係咪先？咁我就講啲有用又準，但係影響咧就好閪細嘅嘢。咁就係呢個村民系統啦。村民系統咧就好個人嘅，逐個講啦嚇。城堡咧就一定揀資源增加噶啦嚇。你又唔好理佢加乜資源，反正就加資源，反正就揀資源增加。有啲人咧就話不如加防城，加呢個城防值啦，好唔好？城防值咧就係俾大佬用嘅，你啲一般人用咧，個城俾人打7、8下先死咧，你個教場同埋醫院咧就爆閪硬嘅，就冇玩呢啲嘢好唔好？老老實實揀資源，同埋你有幾可去打交先得㗎？你哋班人又怕死乖聽話就資源。研究所咧就冇咩好揀㗎啦嚇。反正都係揀呢啲㗎啦嚇。速度啊、時間啊呢啲啦，係啦，就揀百分數啦嚇。百分數就記得揀百分數啦。好似我咁閪少百分數嘅揀呢啲。工會就被幫助次數啦嚇。咁有時有人就話：點解唔揀其他嗰兩個啊？大佬啊，啱啱都話啦，你有幾可去打人，你又有幾好打咧？你幫到啲咩盟友咧嚇？揀幫助次數咁好啲啦。兵營係呢3個兵營真我同你講。咁肯定揀呢個速度噶啦嚇。上限咧你肯揀咧，其實冇所謂。其實呢兵營係唔重要嘅嚇。雕像嚇呢3個雕像就緊要啦。雕像揀咩？生命、攻擊，3個生命1個攻擊嚇。其實咧最好嘅情況咧係4個生命，但係咁如果你攻擊剩得多咧就唔好浪費嘛。同埋有出征，一定要揀出征，但係出征其實唔需要好多嘅，1格就夠啦，1格，然之後剩低嘅就靠升級，咁就變成2個生命1個攻擊1個出征，咁就最 perfect 嘅做法。3個雕像都係嘅，2個生命1個攻擊1個出征，然之後咧就再各自升級，唔使講啦。咁有啲人又話：哇，我點解要3個生命啫？嗰啲人咧即係你要嚟拗頸咧，我冇係所謂嘅，好簡單，你自己加4個生命，再加4個攻擊，你再出去睇下你打交嘅結果，翻嚟同我講。好多公式嘅嘢咧，我快同你解釋。即係其實我唔想教起你咁多嘢嚇，你信就揀，唔信就柒走。列隊其實就冇咩好揀噶啦，列隊嘅嘢嚇就出征上下啦，就梗噶啦。咁1隊就係主隊啦，通常嚟講，可能2隊係主隊，其實都冇所謂，反正就係主隊揀出征上限啊。如果有人咁傻閪要揀呢啲增傷減傷咧，其實我都冇乜所謂㗎，最緊要你開心嚇，只要你開心，冇乜閪所謂都冇。醫院試下啦，係呢啲嘢唔重要嘅。兵裝研究所咧，其實可能會有啲分歧，就係有啲人可能要加上限，一加咧就加3個兵營嘅，咁有啲人就揀速度，我肯定揀速度嘅，咁隨便你哋啦。勳章殿堂咧，聽住啦，一樣，唔好扭計，唔好駁嘴，3個生命就1個攻擊，最好嘅。咁頭先咧見到咧呢隻嘢咧，呢隻最撚極品啦當然一定要揀噶啦。咁咧如果你揀咗佢嘅話咧，其實咧你係有可能有4個生命1個攻擊嘅，咁就最好啦。英雄雕像嗱，聽嘢啦，重點啊，成個視頻最撚緊要呢個視頻，最撚緊要呢個建築，記得揀固定數，千祈唔好揀百分數啊！再講多次，千祈冇撚揀百分數，揀固定嘅。揀咩咧？照舊3個生命1個攻擊，3個生命1個攻擊，記得全部揀固定數字，唔好揀百分數。如果你又想問我點撚解咧，其實我都係嗰句啦，信就好，唔信就好啊。好啦，教場揀乜閪啊？教場就揀你主隊嗰個陣營咯嚇，咁呢啲求其啦。瞭望塔就仲簡單 ，PVP 行軍搭1個偵察。有啲人又話點解唔攞4個 PVP 行軍啊？咁因為食咁冇嘥嚇。其實呢2個速度咧都唔係好撚緊要嘅。酒館唔使講嘢，毫無懸念。每日額外出現拜訪1個村民機率嗱，就老閪要揀呢個嘅。我自己咧就加到32一共，就最多試過一日出5隻，未試過出6隻。如果有人出到6隻咧，其實可以講我聽嘅。下面嘅資源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個，全部就揀產量啊！有人又話拗頸要加儲存時間嗰啲傻閪，我都快啲時同你講啦。倉庫按照目前嘅呢個產量消耗量咧，其實咧你唔放村民都得嘅嚇，冇閪用嘅。咁你其實基本上咧成個呢個酒館咧就已經差唔多講完㗎啦。咁我就一陣出到去俾翻個 review 大家睇，就解釋一下每一個建築其實最好要乜嘢咁樣咯。咁趁呢個時間咧同大家講下，其實啲遊戲咧其實越玩咧覺得越係好玩嘅喎。開頭咧覺得好無聊嘅，拉尾發現咧呢個公司咧好似我有一個遊戲入邊嘅 friend 話齋，好嘢認真做係啦，冇錯啦。但其實咧仔細發現呢個遊戲其實佢個盤咧佈得好大嘅，我個人認為其實可玩性好高嘅，但係要識玩。點為之識玩咧？多啲睇咩咧？睇字睇説明嚇，睇少啲人哋嗰啲所謂攻略。我同你講真係冇閪腦嘅嗰啲嘢，睇少啲，真係睇少啲。啱人哋用咧未必啱自己用嘅，最緊要自己去理解貫通一下。好啦，俾翻個 review 大家睇下先。城堡攞資源啦，研究所就速度，工會就被幫助，兵營就訓練速度，呢啲冇所謂啦。3個雕像3個雕像，記住1個出征，如果有嘅話一定要有出征。然之後多生命少攻擊，記得重點啊。跟住主隊嘅列隊就揀出征，冇咩好講啦。勳章殿堂記住3個生命1個攻擊。英雄雕像3個生命1個攻擊，全部用固定數字嚇。中意拗頸嗰啲隨便拗啦嚇，我唔係解釋啦。酒館都係一定係呢個嘅，冇得揀嘅，冇得錯嘅。其他嗰啲就全部揀產量，都冇得錯嘅。咁仲有諸如此類其他嗰啲咩採用，即係呢啲採用人啦，呢啲閪人咧就有得用盡量用。如果屬性啱嘅話，呢啲咧就唔需要特別講啦，係嘛？
因為佢基本上佢貼兩個屬性，至少仲有一個嘅，咁就可以白嫖另外一個啦，係咪？嗱，好似呢個咁，我哋頭先講嘅，咁啊必須要加村民，咁但係同時又可以白嫖4分鐘，有咩冇咧？係嘛？好似呢啲咁啱啱講嘅，要一個血，咁佢又送多一個弓喎，有咩冇咧？係嘛？咁呢啲極品咯，咁基本上視頻就到呢度啦嚇，再見。